120位英雄2個禮拜內可能會死，女兒哭了。甘願以血肉之軀作為保護核電廠嘅最後一道屏障㗎，唔止佢哋。仲有130人，有自願留低，亦都有公司指派，主要係喺50歲以上，身份冇公開。呢180人係名副其實嘅無名英雄，佢哋竭力令到過熱嘅反應堆冷卻。若果核電廠反應堆完全融化，將會釋放幾千噸嘅輻射塵，危害幾百萬人嘅生命。廠房已經受到輻射污染，佢哋每50個人一組，輪流執勤2至3個字，灌海水入去反應堆，監控同埋清理爆炸殘骸。佢哋入廠房接觸嘅輻射量曾經高達600毫希，但係一般人1年只可以吸收大概6毫希。而當局仍然將員工嘅接觸輻射上限由100毫希大增到去250毫希，因為佢哋冇得選擇。工人仲面對缺水、缺電、缺糧。專家話，工人長時間喺高輻射之下工作，70%嘅人可能喺2個禮拜之內會死亡。網上有工人嘅女兒留言話，係原定半年之後退休嘅爸爸自願去㗎。我喊咗出嚟，但爸爸就話，核電廠跟住落嚟嘅命運就係睇我哋㗎啦，呢個就係我哋嘅使命。我同媽媽冇表現到好唔捨得，就好似平時送爸爸出門返工咁，希望爸爸能夠好似平時一樣，放咗工就返屋企。有女工喺網誌留言話，核電廠裏邊仍然有人喺度做緊嘢，用生命嚟保護每一個人。